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印度风台米卡拉当日近wat台湾、偏湖、金门拢是陆上警戒范围，请民众要爱特别注意。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今日下晡甲台湾签订台美医卫合作的了解 MOU， 加强两国的医疗卫生合作。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去，互香港政府用着违反国安法定罪，甲因掠走。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今日下晡伫疫情指挥中心签订台美的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强调讲，台湾一直是国际上正可靠的兄弟伴，未来也会加强台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另外，针对着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阿扎尔也回应讲，未来会找其他的合作空间，也会问台湾意愿。下到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坐专车来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疾管署署长周志豪陪同坐专用电梯上楼，拜会卫福部长陈时中。即摆毋若交流台美防疫经验，重要的是台美签订医卫合作了解备忘录。Today, I am pleased that TECRO and AIT have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o formalize the more than 20 year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my depart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on a wide range of issues. 今日签署的 MOU 是首次由本部与美国卫生部代表执行，我们也将借此 MOU 展开台美关系新的一页。台湾头一摆甲美国卫生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扩大，包含全球卫生安全、传染病防治、公卫实验室等等项。也毋过外界关注，敢是有帮助台湾处理新冠肺炎治疗药物，还是疫苗？We have over a $2 billion program to develop next generation diagnostic testing connected to COVID-19, but we anticipate having capacity that once those needs are satisfied, those products would be available in the world community according to fair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s that we would consul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另外，针对顶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外表示不排除自行创建新组织，取代 WHO 以大方回应，强调完全退出 WHO 了后，会寻求其他合作管道，台湾会是选项之一。After our departure from the WHO, we will work with other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or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or the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itiative. These efforts will continue. We'll, of course, talk to Taiwan and other entities as we go forward. 记者会了后，指挥中心发言人庄真祥接受媒体提问，并且公布闭门会议内容，主要是部长陈时中说明新冠肺炎管制、催暗措施，并且分享防疫关键决策网，也公布检验量能。美国是表示，对防疫中心公开透明所带来价值，亦表达高度肯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坐到坐专机访问台湾的时阵，中国迄边的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的网络平台，唔但公布美国专机来台湾的路线，也公布美国军舰雷根号甲巡洋舰伫东海巡逻。另外，一个中国专机在今仔透早9点的时阵，有飞过海峡中线，也随去互咱的空军驱离。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坐到搭专机来台湾访问的时阵，中国南海战略态势监视计划平台 Twitter 坐到唔但公布专机来台湾的路线，嘛公布雷根号航母甲安提坦号飞弹巡洋舰测别伫日本甲台湾之间的东海巡弋的信息。军事专家认为讲，两个是互相有关联。雷根号在这个时间，特别是美国卫生部长来台湾访问，他在比较接近台湾这个东海的位置进行活动，我认为其实还是隐含有相互呼应的一个味道。那对中进行一步一步的施压，我认为确实有这种强有力的味道。美国高层的官员来台湾，中国几下届表达反对，加上美军部署雷根号的航母伫咧东海巡弋，中国随出动军机下过海峡的中线，台海的情势向变甲真紧张。
七十早起9点，台湾空军发现中国空军的歼11、歼10的军机，就随伫第一时间公布甲警告，而且以地面防空飞弹专停监控，嘛运用空中精纯的兵力强势驱离。选伫这个时阵，中国军机佫一再干扰台湾，敢若是要表达因对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来访问台湾坚持反对的态度。也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话是讲了真重，指控美国反背因的承诺。我要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所作所为，严重违背其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甲台美之间良性的互动来比，中美的关系是加真紧张。也若中国打造的第一架空7-5型两栖攻击舰，8月初5开始试航。中国网络媒体也佫讲，空7-5对驻防伫咧宜兰、金大街的陆军步兵第153旅来讲，并毋是好消息。中国真正有恐吓的动作，而且真注意台海的任何消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施行国安法到今已经有1个月过啊，今透早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伫因兜去互香港警察甲伊带走，另外有200外名的香港警察也去到一传媒的办公大楼搜查，也掠走7个人。这7个人其中也包含着一传媒的高层甲黎智英的2位后生，讲是牵涉到国安法定罪。香港记者协会也批评讲，这是咧侵犯新闻自由。咱的总统府也出声来呼吁中国，就爱解决争端，唔是解決爭辯。喂，向翻後先啦！黎生今次俾人國安法話你勾結外國勢力，你點樣睇啊？係改住嗰邊。雙手被铐掉嘅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七十早起佇真濟名警察護送之下行出徛街。港辦國安法前路個月進前，一直講到可能被抓黎智英，個人被港警以涉嫌違反國安法交給外國勢力罪名帶走。隨去早起10點左右，近200名港警到香港一傳媒大樓佇部分辦公地區，由封鎖線控制出入，各地外口檢查員工身份甲個人物件。港警局一度無提搜查令進入工作區間，超員工嘅物件。11點，黎智英被警方押回辦公室進行調查，差不多3點鐘。哇！好擔心唔擔心啊？擔心咁多嘛？黎智英離開嘅時陣，苦笑無奈。最後伫下晡被轉往警署，港警證實有7人被抓，除了黎智英，抑個一傳媒嘅高層，營運總裁周達權涉嫌交給外國勢力，抑個創謀欺詐，甚至連黎智英嘅2個後生也喺其中。佢哋嘅編採部點解咧？因為咧被捕人士嘅辦公室咧就喺在內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冇辦法嘅情況之下，必須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係做一個搜查。咁我哋見過喺有一啲第三世界地方可能有出現過，嗰啲地方打壓傳媒，冇新聞自由，但冇諗過香港會出現咁嘅情況，嚴重係踐踏咗新聞自由、採訪自由。檢警強行搜查媒體辦公室嘅行為，引發外界批評。一傳媒工會對警方嚴重侵犯新聞自由嘅行為強烈譴責。不過黎智英被抓消息傳出，估計說是部長2倍外。網友指出，投資者買進股票，表達對黎智英嘅新聞自由嘅支持。台灣政府也批評中國無守承諾。所以香港現在形勢危急，受全世界抨擊，中國不該如此對待香港。總統府對北京當局侵害香港民主及人權罪法表達高度遺憾及譴責，呼籲北京當局應該解決爭議，唔是解決爭辯。國民黨是表示港府免傷害人權及新聞自由，民眾黨是要告提修港澳條例來關注香港人。記者綜合報道。為着要甲立委集體受人訛洗案件查明真相，北檢伫今仔日也詢問泰流前董事長李興龍以及着中人郭啟明，除了要甲內情問一個詳細以外，也要了解檢調發動搜查進程敢有內神通外鬼，風聲走漏，通好予立委蘇振清甲李興龍來討口供。也若郭啟明敢會轉做污點證人來減輕罪行呢？目前檢方甲律師攏是無對外回應。李董，今天我交代清楚了嗎？誰跟你泄密的？未经被請落來，太平洋流通前董事長李興龍面對記者的問題是一句話都無講，干那一手爾。
涉嫌做白手套的是地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郭启明，是头日日对法警行。台北地检署侦办下党派立委涉嫌集体食钱的案件，查查借题在押的2个人，要来查清楚甲人乌洗的立委相关的细节，还有伫发动搜查进程，感受内心通偌几的情形，互立委苏进清甲李兴良有机会通好串口径。那他的消息怎么能够这么灵通？事前知道说可能检调会动手的事情，这我不知道。高等法院裁定书指出，李兴良疑似提早知影家己去予检调锁定，伫检方搜查前几天，就先通知苏进清，找对方开支票，涉嫌甲乌洗钱的证据，变做2个人借贷的关系。真抢时的时间点，嘛互检调怀疑讲内底有人通风报信。台北地检署嘛进一步调查，另外佫传出郭启明可能已经转做污点证人。陈律会赞成他转污点证人吗？不要打我们好不好？裁定当中嘛讲到郭启明有坦白承认乌洗钱的部分，而且转做证人的身份。要若针对郭启明，敢是以转做污点证人来换减刑或者是免刑？检方甲律师针对这点是拢无愿意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搁再5天就要进行高雄市长的补选咯，三大阵营拢出动党内的大条来助选。正有风声讲韩国瑜本人可能出现伫李美珍的选情之夜。不过，民进党的陈其迈却认为讲，罢免韩国瑜这个代表高雄市民的决定，无需要再对着韩国瑜的脚步行。也若个已经是认为讲，无需要大条来加持，市民要爱是解决问题才对。选前超级礼拜二，前总统马英九党主席江启臣合体，再加上侯友宜甲罗秀燕2位国民党执政县市首长罗南替李美珍拼选情。外界更较关心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什么时阵出现救票？今嘛传出上有可能选第14选情之夜的造势场合当头登场。自昨日开始，由韩启虎团队率先陪同李美珍扫街。因为李副市长大家都知道他开刀嘛，所以我也不忍心让他再出来。那至于叶匡时副市长，他可能现在有工作，也不方便去耽误他，所以应该是陈雄文副市长会带队。现在韩市长的部分还在联系中，如果有最新消息，我会跟大家报告。国民党毋望韩风再起，替李美珍开启反战的机会。也毋过，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有无同款的看法，认为6月7日北韩投票，高雄市民已经做决定，李美珍无应该依顺韩国瑜的脚步。若无15投票日，民众会将家己的想法反映伫选票上。高雄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嘛，你在沿用这个旧的人马，然后又超旧的政见，那甚至跟很多的市民的一个期待有落差。除了假日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加持，民众党5日前一透早，一个人出现伫路口向选民求票，强调下架市民都传达理念，认为选举的重点不是爱靠党内大咖加持，是爱真正有能力解决人民的问题。别的大咖、别的主席来你要来帮忙。你的候选人是你要带来解决方案，所以今天来不是谁能够来帮忙造势，是来解决高雄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没有抓到这一点固定赢无用，伫上短的时间掠到每一张选票。那候选人无用，同款辛苦也有高雄市选委会，因为这已经是高雄第3摆大型选举，册稿发出类似开箱文的说明，分享选举工作的前提准备，包括测试精总、选票列平加投票柜，互民众知影每一摆选举的前提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风台消息。今年第6号轻度风台米卡拉当咧近瓦台湾，目前暴风圈也向台湾海峡的南部伫咧瓦近，偏湖、金门拢是陆上警戒范围。根据着上新的消息，偏湖也已经宣布讲，今日暗时到明仔载中昼拢是停班停课。另外，金门是明仔载停班停课。根据着气象局的表示讲，风台米卡拉今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是上该接近台湾的，也请民众着爱特别注意大风。看到海影哪来哪大，垦丁南湾边的团商模型整理收物件，船舶已经插上红旗，禁止游客上水。已经房间早就定了。我会不会觉得很扫兴来到这边遇到台风？不会的。位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伫早起8点钟强程，第6号轻度风台米克拉，早起10点，气象局同时发布海陆上警报。目前米克拉强度淡薄增强，尾暗暝5点，风台中心伫高南偏西南西方大约26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24公里的速度向北朝平湖行。
那我们预估它未来这段时间移动的路径，还是以向北通过台湾澎湖西方的近海之后，在明天的上午会逐渐进入中国的福建。整体来说，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还是台风最为接近我们的时候。那到了明天上午这段期间，除了台湾西南部的降雨还是持续之外，澎湖跟金门也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气象局指出，随着风态渐渐靠近中南部、东南部已经出现落雨。初十8日暗到11、8日的顶部是风态上接近台湾的时刻，高雄、屏东甲台东地区有机会达到变雨等级。在云嘉南甲南投以北山区甲平湖有机会达到大雨等级。走得很快，今天晚上就很接近了，然后明天清晨或是明天上午就登陆到福建。那要留意的是，这个台风呢，它的这个东南侧比较多的水汽，所以会对于我们的西半部，尤其是南部呢，可能今天下半天到晚上，还有到明天的清晨，可能都会有一些显著的雨势。天气风险公司认为，风台影响将会继续到8日下半部，也不过风台中心的东南边水汽较侪，可能在中南部落雨会较明显。无稳定的天气风台可能会影响到12日拜三。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咱的劳工。劳动部公布上新一期无薪假的统计，公职会人数是减少7000多人，是自2月以来降价上侪一摆，比顶期减要到3成。不过，也是有旅行业以及着饭店业者有关受疫情影响，做甲真辛苦。旅行同业工会表示讲，台湾疫情管制可能无遐快开放，所以真侪旅行社也是用无薪假来减少开销。星级饭店引进市面上卖甲真好的咸海品牌，吸引大家上门。这间商务型酒店受到国境管制影响，虽然晓得假日住房率有起色，延到6成左右，不过计销是一暗3000块，是疫情进前一半，所以要继续开发餐饮特色，找回客源，拓展收入。我们现在饭店呢，其实都会推一些新的方案。那例如说，像我们跟我们人气的手工派对合作，整体业绩呢带来我们整个餐厅大概有20%的成长。带上餐饮拼出路，劳动部阁公布上新一期无薪假减班休困统计，人数19458人，比顶一期减少7617人，降幅18%，是2月份疫情以来降的幅度上大一摆。制作业减少人数上济，比顶一期减少4000人。不同的事业单位，它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事业单位它的单就是在一些疫情比较艰困的地方，那有的事业单位它慢慢的一些。他的客户在解封的状态，他的单就会回来。那你说国旅现在比较好一点，但是国旅的人力只要公司的10到20个人力就可以处理整个国旅的事务了。所以我觉得大型的公司这段期间还是非常的艰巨。那我觉得他会瘦身、会裁员减薪，或者是会留职停薪，这个都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无薪假人数高峰是不是已经过去啊？有劳动局官员私下表示，其实通报数字下降，也可能表示企业放无薪假也是挡袂牢，只好行向自牵制一步。确实是劳工主管体制找下一份头路。旅行社同业工会认为，目前有缘为规模较大的旅行社，以无薪假降低人数开销，未来是不是出现失业潮？要看10月国境管制是不是放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过后，国内旅游是热扑扑，不过海上的客轮却是无变较好。去年3月开始走台中往回偏湖的海上客轮分8轮，却当着国内旅游的旅客有航空公司伫咧竞争，旅客量无法度维持营运的分8轮，只好暂时讲要先停起来。有线造型的船身写分8字样，高速客轮分8号去年3月为台中航空客航去澎湖，也打算伫4月增加新航线，互往来澎湖游客有新的选择。不过，就算国旅大爆发，去澎湖旅客真多，这阵的民众第一选择也是为家己布袋港出发。有开澎湖的航线，你不知道？有不同2个站可以选，应该会选嘉义，因为我们比较在高雄。原本看好中台湾去澎湖的观光市场，不过营运落来却无介老好。分8轮的船公司8日航运所申请台中到北京的航线，营运期间是每年的4月到9月，只是今年原定4月开航，因为疫情影响，已经延到6月，载客量依然无好。载客量每一船班可以载到500多人，可是它实际只载
大概160人左右，那大概不到30%。为台中港务分公司的统计来看，去年3月分8轮开航了后，6月开始载客，不过6月份只有8船班，748人次。7月虽然是休热大月，不过只有12船班，2469人次。8月阁是6架3个船班，规个月只有171人次。去年只有3388人次。今年阁加上航空业投资加落价，让这条航线经营更加困难。国际航班没有全部飞到那个离岛的航线了，最后这样的话变成说，其实它的价差跟我们船票并没有差很多。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啊，如果能1小时可能还好，但是2小时可能就会觉得是比较不愿意搭船搭那么久。学者表示，台中港虽然硬体甲位置真好，不过周边旅游景点串联无够，加上大众运输无发达，离市区也爱1点钟的车程，甲家人高雄比起来，作为母港条件较弱。建议加强景点连接，甲大众运输，将提升游客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一位摕到台湾国籍的中国新移民，初到下晡带着已经有台湾国籍的后生对中国登到台湾。不过到台湾了后，却发现讲真正共税厝已经说服别人啊。新的厝卡也认为讲，一对中国来的母仔囝有防疫的问题爱处理，就先报警察。落尾也安排因去住防疫旅馆，再来做拍算。也因为这个新的地点甲通报进前无捐款，一对母仔囝恐怕会防罚钱。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为中国入境的国籍人士登录地址无确实，几日班引起议论甲争议。初到有一位沈阳的中国新移民，已经取得咱国的身份，2年前带后生定居中国。这一班为了避险问题返来台湾，因为伫台中无固定的住所，一落机就直接去租找所在倒去，互民众报警。最后由台中市民政局协助先安置防疫旅馆。户籍地呢是他2年多以前他在大理租的房子的地方。这个期间，杨姓女子还一直在找，看看有没有人肯租她房子。我说那不行，她这样子到处找，那还得了？附近民众表示，希望防疫管制会当为入境做起。当地议员也指出，若果民众想要隐瞒，将社会防疫看旁，应该加强纵向的联系。车队，像那个计程车那个什么，你就要让他带到什么定点，要交给哪一个人还是谁，让他确实的来这个防疫体系当中，不能够让他漏掉。因为这对母囝小乡写不实的资料，那违法属实，会当依法罚1万以上15万以下罚款。台中市民政局也呼吁，若讲咱国民众返来台湾无固定的住所，入境时应该主动通报，由相关单位安排替代住所。地处检疫者应该确实写地处检疫地点，遵守检疫相关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金门的华顺队查到疫情爆发了后，头一站的偷渡案件，是一位中国查甫人车到对中国厦门收水到金门的大滩岛，一到位海巡人员随伊抓起来，讲是真欣赏台湾的民主自由，才决定要偷渡的。目前先甲这个中国查甫人检疫14天，才来移送法办。华顺队的人员穿规丝的白色防护衫，一个男性落船。防检相关单位随去甲门看卖感受发烧等等的症状。金门华顺队伫咧初9早起接到大胆守备队通报，伫咧海防值班点头前500公尺的海面发现不明的物件，随派人去看，结果是一个为中国四川来的偷渡客。华顺队表示，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头一个去互查到非法入境的案件。这个45岁姓李的男性讲，伊是因为介意台湾的民主自由才来的。伫咧初9半暝3点，为厦门黄厝出发，往金门的方向收。结果早起10点外，煞去到大胆岛，差不多是收4公里远。不过一般人收水偷渡的时阵，拢会使用渔具。不过这个男性煞干那穿救生衣，无早半行就收水过来。在拦查该名男子确认身份为大陆籍人士后，随即启动了相关的应变机制，并且通报金门县卫生局、防检疫等相关单位进行共同联合应变。该名大陆男子在进行14日检疫隔离后，全案将依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针对姓李的男性讲介意自由的讲法，华顺队表示，还阁要进一步了解是真是假。若照规定，会做14天的检疫隔离，专案阁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岛南有一间仓库发生火灾，所以收到边仔3间透天厝，造成细尖的厝边因兜有4个人砸着伤。送病院抢救了后，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救无回来。消防局也表示讲，有可能是隔壁火灾乌烟灌入去细尖的阴道内面，详细原因搁要调查。透早2点外，咧云林这间铁皮厝的仓库，突然间传出火警，浓烟甲大火影响到厝边3间透天厝。附近的徛家拢惊到，赶紧走出来。然后玻璃都破掉声音，听到哔哔啵啵跟玻璃破掉的声音。然后小朋友听到哔哔啵啵声音，然后就醒过来。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发现附近一间透天厝有几个人受困，入去搜救了后，分别咧3楼救出3个人，受到轻伤。1楼是抢救出左孙仔4个人，因是严重砸到，其中一个11岁大的查甫囡仔送病院了后是3个不治，家属甲学校老师知影了后，心情是真唔甘。当小天使了，你又坚强。平常在校的成绩相当的优异，是我们师长还有同学心目中的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学生。学校表示，这查甫囡仔平常时佮介意画图，佮因为作品优秀得过奖。今年母亲节，伊制作母亲节卡的时阵嘛有得奖。另外，这蒋家阿嬷是当地领长，平常时是真热心，嘛是消防救护志工的副队长。这间铁皮厝大火，蒋家一家伙仔无辜受到影响。当地里长是表示，仓库可能是放电脑旧的器材，大火了后，应该一起清出来。消防人员咧救援的时阵，发现蒋家徛家并无导火，研判是烟清到厝内底了后，造成这逃生无简单。另外就是在2、3楼有加盖铁窗，还有1楼整个是铁铁门。那消防局要进入搜救的话，还要破坏铁铁门，包含铁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的逃生比较不容易，那也是造成这次死伤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场火烧的面积差不多150平方公尺，火调人员来到火灾现场，在仓库来做勘查，要来厘清导火原因。仓库承租人已经向警方通知报案，讯问了后，以涉嫌过失致死罪，互人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日前，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港区发生大爆炸，到达已经造成200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为着要协助因，法国甲联合国伫初9就召开一场线顶的关注会议，也募到得要到3亿美金，讲这寡钱会直接予黎巴嫩的灾民，而且也要求黎巴嫩的政府就要改变贪污的作风。贝鲁特毁灭性大爆炸了后，第6天怪手继续伫一片路苍苍当中乌群，不满政府失灵，仍有2750吨危险的物件硝酸铵蹲伫遐，造成悲剧。愤怒民众连续伫议会外口甲历史广场发动火爆抗争，占领外交部甲能源部这机构，要求政府总辞。不过，有人继续清婚挽救家园。امبارح كرمال مفرجين انه انتوا على شو عم تجوا عم كل مين كامش كرسي وقاعد انتوا حسوا فينا حسوا بوجعنا حسوا بألمنا نحن ما عاد فينا نتحمل。黎巴嫩统治高层面临抗战压迫，新闻部长甲环境部长拢请辞。另外，还有至少8名国会议员也辞职。总理伫下晡考虑提前大选，安尼政府也失去国际信任。法国总统马克龙甲联合国初9共同举办国际关注时程会议，参加有美国总统川普等15位政府领袖、欧盟、阿拉伯联盟近30个代表。会后，联合国声明表示，各国承诺捐予黎巴嫩2.97亿美金，会赶紧直接交予贝鲁特灾民，不要予黎巴嫩陷入暴力混乱，危及区域稳定。同时呼吁美国政府系统性改革，才会摕到以后更较侪关注，也宣示要协助对大爆炸展开公正可靠甲独立调查。Le temps du réveil et de l'action est venu. Les autorités libanaises doivent maintenant mettre en place les réforme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demandées par le peuple libanais et qui seules permettront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d'agir efficacement aux côtés du Liban pour la reconstruction. 大爆炸了后，也有真侪人受困失踪。不过军方表示，生还纪律已经真渺茫。贝鲁特省长阿布德讲，港区有大量外籍移工甲卡车驾驶下落不明，推断可能已经罹难，互罹难身份辨识工作复杂化。也有真侪心碎家庭，只想要找到心爱遗体好好告别。
Sahar is not gonna come back and live with us and be with us again. Although I really hope that at least I could see her one last time so I can hug her and say goodbye. 贝鲁特760年历史的苏索克奖是当地有名地标，当过2摆世界大战，加内战15年的烽火，用20年恢复往日辉煌，却伫大爆炸短短几秒钟之间毁坏，高档文物碎甲规涂骹，厝顶破一个大坑。业主苏索克心疼这个国家由贪腐者经营，伫彻底革命解决问题进程，讲受服务意义。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灾情。武汉肺炎在美国的确诊人数一直在增加，感染人数也超过500万人啊。连囡仔的感染人数也一直在增加。另外，在日本的高中生也发生群聚感染，尚无有40人爱住院治疗。另外，澳洲因一日的死亡人数虽然是创下新高，不过因的感染人数却是有大大落落来趋势。 全球新冠疫情上严重，美国确诊数字继续升悬，上新统计已经有504.400多人确诊，占全球总病例数的1/4，16.200多人死亡，而且为400万冲到500万确诊，只有短短17天，比1月发生第一例到第100万确诊用99天，速度明显进真济。路透分析，全美国每66人就1人确诊感染。纽约时报也引用全美小儿科学会报道，为7月16到7月30。 2礼拜有97000囡仔怀着情形真严重，是不是要登去学校，正做一个难题。88名が陽性となって、高校のサッカー部に関連した集団感染の発生というものが確認をされ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日本多根县一间高中发生骹球社团群聚感染，其中80人住伫学生宿舍，6人通勤。2位教练各加上3位出入宿舍密切接触者，有91人确诊，当中无重症患者，暗过有40人爱住院治疗。当局针对全校200位师生进行 PCR 检测，东京初到新增加331人确诊，已经连续4天超过300人。Okinawa有159人确诊，创下当地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初到全港总共新增加1444人确诊，5人死亡，总共49622人确诊，1061人死亡。We are seeing some stability. That's a good thing, but that's not enough, and that's the product of masks and stage 3. 澳洲车站通报19人死亡，全部来自维多利亚省，是疫情出现以来单日上悬的死亡人数。其中14人甲一间老大人照护中心有关系。不过也有好消息，当日只增加337例确诊，创下7月2号以来上低。维多利亚省长安德鲁斯表示，这代表严格抗疫措施有效果，一阶段依然爱痛苦实施防疫限制。记者综合报道。 南韩礼拜4的时阵，伫咧落大水雨，中南部出现大水，也有水崩山，着民众的车卡伫咧溪流当中，险险就去互大水冲走。根据着南韩官方的统计，因过这3天尚无有13人死亡，2个人失踪，而且目前也有江面风台特别瓦近，南韩的官方也是真紧张。 乌石桥车顶泡伫水内，消防员穿救生衫伫河中协助车顶的民众脱困，现场真危险。这种互人看了真惊吓的景象，是因为南韩顶礼拜六再度雨大雨侵袭，中南部出现严重水灾，第4大河陈金江涨起来。全罗道南部有宝华板区附近村庄被淹到只村厝顶，也有地区发生土石流，冲入民家甲农田。 Authorities say 13 people died and 2 went missing from Friday to Sunday, while some 4,400 had to evacuate. That amounts to nearly 7,000 evacuees in total. 南韩过去9天大雨不断，到初十透早6点，已经至少31死11失踪。这么简单雨停啊，民众才要开始重建家园，风台前面过来救救。南韩气象厅指出，前面初十下到3点为南部海岸登陆，恐惊佫带来强风大雨，呼吁民众一定要提高警戒。另外，北韩最近也落起大雨，全国拢出现水灾，南部的5号北道灾害惨重，大约有900间厝，6万公亩的稻田被水淹去，也是破坏。 大水也予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再度出现。朝中社初期刊出金正恩视察灾区的报道，也强调以下连将固定的粮食摕来援助灾区，佮动员军队救灾。This is Kim's second visit to a flooded area since his ascension to power in 2011, the last being 5 years ago.
南韩媒体引用专家的看法，认为金正恩罕见的事态向停是为了巩固权力、减轻兵源。因为北韩最近因为疫情大祸、经济恶化等问题，民心不安。南韩政府指出，在领导立场将提供1000万美金协助北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阿扎尔就伫 Twitter 表示讲，伊甲参访团伫机场做采检的时阵，全部拢是阴性的。70透早要会见总统蔡英文，阿扎尔除了俄罗台湾的防疫，也强调讲，伊是代表美国总统 Trump 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咱的总统蔡英文也表示讲，欢喜看到台美这两个国家针对疫情做合作交流，也搁再强调讲 ，WHO 排除台湾是违背普世人权。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初到下晡来台湾，参访团伫咧机场做采检。阿扎尔70透早伫咧 Twitter 表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真欢喜来到台湾表达伊的支持。70早起会会见总统蔡英文，因应防疫，全部的人拢有挂喙罨。咱若蔡英文嘛以强手的方式向来访的成员致意。Honored to be here to convey a message of strong support and friendship from President Trump to Taiwan. Taiwan's response to COVID-19 has been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in the world, and that is a tribute to the open, transparent, democratic nature of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阿扎尔除了表达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强烈支持，台美持续加强合作。搁一届俄罗台湾防疫是全球上成功的模范之一，嘛讲到要透过这届的机会，对前总统李登辉表达哀悼之意。Lee Teng-hui, the father of Taiwan's democracy and one of the great le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s movement toward democracy. 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台湾民众拢真欢喜看到美国官员挂有印 Made in 台湾的喙罨，相信阿扎尔即届来台湾，会当和台美就疫情来交换意见，共同研究未来合作的方向。咱若蔡英文嘛批评 WHO 无应该排除台湾。我要再次强调，政治因素不应该凌驾在健康人权之上。WHO 排除了台湾的参与是违背一味普世人权的原则。咱若日本媒体产经新闻报道。阿扎尔即届来访问，是要甲台湾讨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代 WHO。不过针对这点，总统府甲外交部拢声明驳回讲，报道甲事实并无符合。咱阿扎尔拜二会伫咧台工会学院发表演说，政府总统陈建仁嘛会参加。另外，嘛会参访翠安国家队的工厂。拜三早起会去台北宾馆悼念李前总统。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再见民主先生的新闻专题，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前总统李登辉伫伊执政的12年之间推失民主，唔但废除万年国会，也修改宪法，推动总统民选制度。有学者认为讲，李总统是真够运用时机。在今仔暗时10点，也阁有公司台记台所播送的由公司所制作的李登辉纪录片，而且是改做全台语配音加台语字，头到尾要主持人甲来宾来讨论李总统的历史定位，也请观众朋友做伙来收看。超过1000名大学生组织伫中正纪念堂抗议，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加召开国事会议。1990年亚伯学学运，就伫咧李登辉接任第8任总统的第3年发生。我认为啊，我们要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手段，必须应该有合理，我们应该做到了大家都肯定的方法，才会成功的。为着回应诉求，李登辉总统邀请学生代表入总统府会谈，这也是有史以来头摆有国家元首用这种方式了解民意。所以对李总统来讲，国家的定位其实不是甲民主化去处理，是合作对的。但下拍的前进程其实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要求这个政治的改革，就讲伊利用环境有利的因素。来杀伊的理想。
也表学军结束的过当年1991，李登辉宣布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同一年废除国民大会，到1994修改宪法，通过总统直选制度。1996年，李登辉顺利当选，成做台湾头一个民选总统。2000年，政党头摆轮替。台湾人民万岁！捌伫世界各国杀台独，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19年的张灿宏，就是伫咧李登辉总统任内，伊才决心回来台湾。台湾一定要民主开放。我为着安尼，迄阵就，比如说我们也当个号召用调查啊，为权的体制变成民主开放的社会吼，又没有动乱呢，牺牲足少，所以我大家讲宁静的革命，这是台湾人的幸福啦。对维权行来到民主，张灿宏讲，这是民主火车起行。2000年到2016年，台湾完成3摆政权轮替，成做亚洲国家的民主典范。不过，台联党主席刘一德也说出李登辉心中对民主发展的决心。制度就开放到，互恁一人拢一票啊！结果恁拢做党的奴才，互你做主人，但你袂晓做主人，这一定来演讲，定你讲，这变成袂使制宪呢。过来小党拢总台是，过来迄个修宪门槛伤悬，拢袂当，就是伊咧讲迄个二次民主改革。2020年7月30日，前总统李登辉以逝中时，岁寿98。伊对深化民主、创造自由开放的台湾所做的付出，相信已经留点真侪台湾人的心内。记者阿敏真张随小桂林台北台南报道。台北市对106学年度开始，由中正高中接落来办的台美双联学节，拢总有16位学生参与。学生是逐工放学了后，就爱留落来接受老师用英语教因美国的高中课程。这3档也已经过去啊，英语变甲写叫。也有3位学生申请到真好的外国大学，伊也决定讲要出国去读册。练党的英文稳健的台风，北市中正高中毕业生黄世英甲杨宏宇分享参与台美双联学节的代志。因讲高1、高2时，一礼拜会当讲有4天，下课了后爱留伫学校以英文上至少2节美国高中的课程，非常精细有挑战性。你放假或是下课后没有办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啊，要拒绝一些同学的邀约这样子。43学分，大约774点钟的全英语学习，也阁有上界探索甲加深加工课程。学生讲时间管理真重要。中正头一届17位学生，只有1位伫高1的时阵退出，其他16位拢摕到台湾甲美国双边的高中毕业证书。申请过学校？还蛮多，美国也有5、6所，台湾也有。16位毕业生内有15位学生顺利申请到国外大学，不过因为全球疫情严重，最后只有3位决定要出国。在课程中得到启发的金新基，背调商业发展，决定到阿姆斯特丹大学读册。第1学期也是线上课程，然后今年12月或是明年1月再看情况去。中正高中校长江惠珍讲，台美双联学节目前1年25个名额，包括校内去美国，3年费用大约45万。因为教育局有1/3补助，这几年竞争真激烈，经济弱势生无受到影响，只要通过争取，教育局都有专家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垦丁国家公园的大弯沙坡，昨暗时出现24只拄出世的石瓜囝，海参馆甲垦管处以及着海巡人员拢协调饭店爱甲灯光禁较暗的，希望将瓜囝会当顺利登到大海。这也是经过3年以后，也阁有石龟登来到垦丁国家公园生呢。灯关掉了，灯关掉了，不然它。石海顶关起迄一刻，拄啊出世的海龟仔随往大海爬。垦丁国家公园大湾沙坡，过3年，佮出现海龟的踪影。智龟因受趋光性影响，会往灯光处爬行。经沟通后，饭店业者也立即配合降低光源。海参馆甲海巡人员展开搜索了后，拢总发现24只细只的绿蜥龟，送到安检所确认健康状况了后，就将因放转去大海。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讲，当年5至10月都是海龟生卵的季节，后来7、8月是生卵的高峰。最近一摆是伫102年的8月，伫垦丁国家公园内记录到20多只的海龟仔孵出来。人为活动太过频繁，或者是说岸上的一些光害等等，那这些其实都会影响海龟的一个上岸产卵。
因为公海加上真贵侵扰，海龟消失一阵啊。7月底保育人士就捌发现疑似海龟飞过分液，怀疑是海龟妈妈咧走找洗2点，想要到找到暗，真正传出好消息。去沙滩玩的话，一些你的器械，比如说椅子啊，或者是一些遮阳的一些东西，要把它收回去。比如说小朋友挖的坑啊，你要离开之前都把它磨平。啊，在晚上小海龟如果孵化出来，它爬出去的时候，其实都会受到干扰。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讲，海龟伫倒位出事，都会收转来遐洗卵。呼吁民众垦丁国家公园内有设置禁止人为活动区域，唔通弄入去，也爱适时的降低手电啊电公海，以免影响海龟洗卵。希望落实环境保育，互这批野放的海龟仔，逐年拢会当收转来食，以垦丁为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护强迫动静的野生动物，欧洲国家确开5年的时间，伫前苏联时期的军事基地引进真侪强迫动静的大型动物甲事物进行保育计划。远的迄阵牛，甲头前的这阵马，头咧咧咧食草，因的生活看起来是不哩啊轻盈。为着保护强迫绝种的野生动物甲物种的生态，欧洲国家积极伫咧布拉格东北边35公里。一个旧的军事基地建立野生动物的生活乐园。Ten cíl byl vrátit sem tu původní pestrost, protože poté, co armáda odešla, tak to území začalo zarůstat agresivními druhy trav a náletovými křovinami. A vlastně ty odsud postupně vytlačovaly ty vzácné organismy, ať už jsou to různé vzácné květiny, nebo na ně vázané potom živočišné druhy, především třeba motýly. 这个旧的军事基地是前苏联入侵的时阵建立的。旧苏联军队退出了后，这个基地就趴远啊。为着要好好利用这个空间，当局5年前开始，就直接引进为波兰、英国、甲荷兰的野牛、野马、甲牛羚等等真侪强要绝种的动物。透过这个动物因食食的形态来改善，还佫有挽救一寡较罕见的食物、甲蝴蝶等等的物种，还佫会当伸骹手去甲外来的物种除掉的成本，会使讲是一兼二顾，蒙拉兼洗裤。 Klíčová je kombinace těch divokých koní se zubry a pratury, protože zatímco koně se víc zaměřují na ty agresivní druhy tráv, tak zubři a pratuři více okusují a více potlačují ty náletové křoviny, takže právě kombinace těch divokých koní s těmi divokými tury dává ten nejlepší výsledek, to znamená vytváří tu pestrou krajinnou mozaiku, která vlastně v Evropě na většině území ustupuje. 这个包括食物甲动物的保育计划，伫咧有自然的水源甲食食的环境之下，嘛伫咧这篇计划第2年开始，豆豆看到效果，亲像是较罕见的龙胆，已经开始出现伫这片草坡啊。因若这种蝴蝶或者白眼睑灰蝶，是1967年以来头一届出现伫咧这片野生园区。目前规个保育区有25只，伫咧2008年开始用杂交的方式培育的古代牛羚，另外有27只欧洲野牛，甲70只野马。 当局伫咧今年年底，甲保育区扩大1/3，达到360公顷，拓展保育原始生态的脚步。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真侪做纸的拢伫南投埔里，所以因为产业转型到今是存无几间，当地正也开始讲要争取文化部地方博物馆的计划，希望甲埔里做手工纸的历史保存落来。 工厂内员工流连进行每一个动作，这拢是即马真罕你看的手工做纸的工艺。业者保留传统手路，嘛积极转型，希望用创意替手工纸艺找新的出路。我希望这个手工职业呢，能够永续经营下去。那它对整个文化还有它的传统工艺的价值，能够更完整的。 而且呈现给各位。制纸厂目前是观光工厂的模式，和民众会当参观体验，有教育保存的功能。另外，业者嘛希望会当争取文化部地方博物馆的计划。南投县政府文化局邀请专家学者组成辅导团进行会勘，提供专业的意见加协助。其实，虽然我们讲博物馆几个大的功能嘛，就是展示、教育。 保存、典藏跟那个推广，但是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广兴这边事实上都有相关的这些元素在发展的。那我想主要还是针对把现有的资源怎么做一个盘点，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源有限，所以可能应该是要排一个优先顺序，先找哪一个比较强的优势先来发展，然后慢慢的再逐一的完备其他的部分。我们也用地方的资源来把这个产业呢。
保存下来，而且也让这个产业能够更精致、更有深度的来推广。玻璃传统手工纸毋那是一项地方产业，嘛是真重要的文化传统。希望工厂会当通过申请，发展出符合地方需求、优质而且和民众徛到阵的在地文化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特殊教育学校为着要互特殊教育学生提早熟悉就业环境，就专工替因打造一间实习的咖啡店，互因伫真正进入到社会进前，加强煮咖啡、服务人客以及着换店的眉眉角角。卡丘酒店先倒夫人，再个抽出新型的咖啡花。今年才开到总统教育奖的特殊教育生俊雄，这阵人就伫咧台中特教生实习商店学煮咖啡的功夫。可以学很多东西。像你在这2个月，你学到了什么？烘焙，还有咖啡，还有甜点。不管是烘焙、做点心，也是煮咖啡，俊雄逐项拢尽力学。伊的同事彤彤也真拍拼，负责顾冷冻柜，替人客学冰淇淋。好看很多了，然后我可以帮忙别人。这间号做走老头咖啡的实习商店，是台中特殊教育学校专工和企业合作，让特殊教育生在咧正式就业进前有实际训练的场所。试营运2个月，也等疫情较厉啊，这阵才对外营业。不管是他们在这个就业实习上，或是未来毕业的就业上，都能够提供很多的帮忙跟协助，让我们特教生毕业后能够马上就业。看起来普通的咖啡店，对这走比别人较慢的囡仔来讲，意义真大，因为因通踮遮提早适应社会，感受竞争力，用家己的双手趁食，也望社会接纳因，让因有发挥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当咧举办传统艺术展的活动，顶礼拜邀请到人间国宝，也就是歌戏文场的前辈林德华艺师，也佫有歌戏界阿嬷洪明雪老师来做表演。这2位歌戏的老先角，因拢是用心神伫咧传功夫，就是望讲后辈互歌戏做外台这款做话戏的艺术，继续有人来传承。就是啊，甘愿随啊。林家花园内底歌戏出老热起鼓，歌戏界老先角林德华艺师和洪明雪老师，伫咧这道新北市的传统艺术展演活动当中做伙合作，真后场配合甲888，吸引侪戏迷特别来到现场。洪明雪老师是伫阮歌戏界内底最有名的这前辈，所以特别来看伊的表演。洪明雪老师年岁已经超过80，伫台顶游玩是风采万千。身为新北市文化局传统表演艺术的保存者，伊嘛真用心咧看教后辈。就是讲小大吼，讲爱小声讲，哎哟，我无爱你的金，无爱你的玉，爱你心肝袂明白。这小大要甲小声求亲，就为下海甲伊好一个。人讲做戏3分前场，7分后场。林德华艺师带了民权歌剧团的新生代，目睭掠台顶看甲真认真。万世言，千年吹。哦，这个吹分了几千年也分袂好听。传统的艺术，唔是讲遐简单，爱跟老师一段会磨练。人间国宝林德华艺师身边有艺生对咧学吹奏，伊的后生嘛是民权歌剧团的团长表示，即马功夫要传承是愈来愈困难。因台语听无，所以因第一点是来学台语。第二呢，因仔会晓看戏。头一年去，也讲说哦，要戆戆，因为袂晓看戏啊，阮爱看顶悬演员唱啥。话戏无固定的剧本，嘛无固定的谱，专业靠演员、乐师现场练卡去应变。所以，逐日做戏拢会有无同款的趣味，就等戏迷行卡到欣赏传统艺术万千的变化。记者尤维珍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7度到33度。
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要带观众朋友来去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我这个人吼，平常时啊，除了赚钱，无啥物特别的兴趣。人个美国可能就是买车啦。啊，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轿车。轿车汉字写作轿车，罗马字写作歌谣轿、呲牙车。轿甲车拢是第一条，轿车就是私人咧驶的小型汽车，嘛叫做自家用的轿啊。啊，若是租的，就叫做海亚。因为轿车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交通工具，会晓驶车就真做真重要的功夫。咱对车嘛要加减仔慢，才袂驶车驶甲咧过路。过路就是车歹去，停在路边等人修理的意思。咱去保养车的时阵，较接触的有换乌油、顺麦德里、火珠啊、护丝啦、方向灯、大灯、卡动灯、handle路等等。拢爱巡一摆。车咧保养的时，会看到师傅用铁人甲规只车夹起来，伫车骹软来软去，咧巡轮啊、挡皮啊、引擎、烟筒。3分5时嘛爱巡看卖，敢会无乌烟？无，那加做捌杂啦车，驶到红罚钱就算袂好啊。保养的时阵，有时爱换部品，啊部品有原厂的，嘛有台码，介绍无同，好歹嘛无得角。俗语讲，行船走马3分命，意思是咧讲，做交通运输这道的，因的性命风险加真悬，做工课时本地就较危险，爱较细致咧。例轿车、乌油、火珠啊、护丝啊、挡皮啊、handle路、引擎、行船走马3分命。
买车该欢喜，洗车爱细腻。节目看了后摆去保养车的时，咱就会使用台语甲师傅开讲啊。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你在创啊！